主你的话甲圣神的帮助中间来得到利益。愿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伫阮这中间做王，你掌管这间教会，你保守这间教会，你造就这间教会。愿伫你的面前要来敬拜你，愿你用你家己的阳光充满伫这个圣殿中间，愿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为耶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这时阵，咱做伙来敬拜上帝，来唱俄乐的歌，咱来唱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
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阿妹。咱来唱，有人在为你祷告。似乎你一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似乎你一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
散，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无魂心意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感谢主，感谢主伫2024年，伊的恩典教也咱每一人人使用。阿妹。
来啊，咱着用耶和华唱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也即只是请咱做伙来吟圣诗72首，俄勒专灵的上帝，来俄勒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请咱由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
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信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妹，请坐。这是请咱做伙用启应文38篇，哥林多前书13章来启应。我设使话讲人甲天使的言语，若无仁爱，我就真做响的单的喇叭。我设使做先知，明白隆重的奥妙，甲隆重的财物。搁设使有招庇的神教业来移山。若无仁爱，我就袂算做是甚物。我设使尽所话来尽济，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若无仁爱，我就无得到利益。仁爱是够宽容慈悲，仁爱无怨妒，仁爱无夸口，无偏颇，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快受气，无记得人会歹。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相甲欢喜。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仰望，凡事吞忍。仁爱永远袂无去。若是先知的节要废无，遐的言语要煞，财物要废无。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完全的若到，无完全的就废无。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已经成人就废无囡仔的事。因为咱搭对镜得看，雾无明。若是到迄时，就当头对面；我搭所在无完全，到迄时就知，亲像我所知一样。现今所存的，就是信、仰望、仁爱这三项。其中第一大的就是疼。阿妹，这时请咱搁做伙来吟圣诗250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愿，请做伙吟全首。这时，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感谢你保守阮平安经过一礼拜。
阮伫生活中有欢喜，检测也拄着艰苦、困难甲挑战，总是主你赏赐阮有愿望、有喜乐、有平安、有快乐。你全能的圣手引带保护阮经过每一天，阮要全然交托仰望你，愿圣神充满伫阮的生活中，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看见你启示的话语。主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互阮离开艰窄的路，引带阮行伫你光明的道路中，互阮的心思意念拢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阮的一生因为有主来心满意足，互阮会当活出美好的见证，也成做别人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乐请新歌队。
即时，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话。今仔日要看两位的圣经，第一位记载伫出埃及记第7章第1节。耶和华对摩西讲：看，我互你对治法老做上帝。第二位，咱要搁来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腓立比人书第1章21节。因为论到我，活就是基督，死就是利益。以上正道，互咱做伙为主来活，请曾牧师。亲爱的，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做伙进入礼拜堂，伫你的圣殿内敬拜你，恳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听圣歌队为阮所唱祈祷的诗歌，主求你点伫阮的生命中，阮切切需要你，阮恳求你点伫阮的囡仔的生命中。因为若有你踮伫阮的细囝，因的生命就会通看到一个魔幻的老师，魔幻的天平。主，你互阮的细囝，因为看到你的荣耀，因的人生就脱离侪侪情欲所带来的败坏，因就会通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主帮助阮的教会，互阮做伙为主来活。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愿向你恳求，主你的圣神搁一摆踮伫阮的中间，将今仔日即种圣经，你所对摩西的应允，你所对保罗的启示，这个话，这个智慧，嘛通进入阮的生命中间。至圣的上帝，愿伫你的面前静静听，恳求主你对阮讲话，愿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听的姊妹，今仔日咱要做伙来为着咱的教会来学习，就是咱要去做一间什么种的教会。将来咱要留一间什么种的教会，予咱的接班人。咱本身就是这个教会的时代，咱的囡仔将来要对咱所行过的道路来看到信仰甲活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听见上帝所甲咱讲的话。我要互你伫法老的面前做上帝，我要互你伫正人的面前代表我，论到我。保罗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对腓立比教会的兄弟姊妹所讲，一句真要紧伫伊生命中间的智慧，伊讲论到我，或者想即句话，咱活伫即个世间，你感觉怎样？你伫教会出入？你感觉怎样？你敢有享受到一个做基督徒的快乐？你敢有享受一个做基督徒上帝所予你的帮助？保罗讲：当日我无搁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踮伫我内面的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所有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活伫恁的生命中。以前的苦楚，以前的搅扰，以前的浑浊。以前侪对你生命中间无公平的代志也好，公平的代志也好，愿这个主耶稣伫今仔日，伊因为咱的祈祷，主耶稣甲你三角地带，互咱享受主耶稣踮伫咱生命中间咧做主，伊所享受我。将来有一日，咱就要甲咱的囡仔讲着，论到我的一生，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互你论到你的一生的时。你会当对上帝讲：主，我感谢你赏赐我，改变我的生命，互我有一个满足的喜乐。求主听咱的祈祷，伫今仔日的礼拜，赏赐咱一种真尊贵、真荣光的活命。你检查会怨叹，你检查会问你家己讲：我何德何能？我敢有可能会当过亲像圣经内底咧讲的迄种荣光尊贵的活命？亲爱的姊妹，毋通否定。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互人的生命叫做新生命。你敢相信？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最重要就是要让旧的代志过去，人要接到新的人。主耶稣讲：“我来是为着要让人得到丰盛的活命。”遐个姊妹，大大向上帝伸出咱的手来领受，换伫你的心来祈祷。你甲主祷讲：“主，赏赐我，你的活命踮伫我的内底。”保罗伫这个所在讲。我是基督，我就是基督。当这句话我读在读的时阵，我感觉起初我感觉讲，保罗开遮尔骄傲，咱是世间人，咱再能看到讲我就是基督，咱毋通误会保罗所讲这句话。保罗所讲这句话，讲我活伫众人的面前论到我活伫众人的面前。我就是基督的意思，就是基督成做我的荣耀，基督成做我的快乐，我全然为了耶稣来活。兄弟姊妹，无需要邀请咱用这段圣经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活伫这个得胜的乡，人看到咱，就是看到耶稣。我就是基督，是这个意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将这句话对咱讲。今仔日咱只有20节的经文拢足底，但是这20节的经文拢咧讲起一个人当上帝甲伊呼召、甲伊拣选，上帝改变伊的活命的时阵，因对心内有一种足特别的荣光尊贵，提高伊的权威。请听上帝对摩西所讲，上帝对摩西讲：“看，我要互你。”现在兄弟姊妹斟酌听，我要互你。伫法老王的面前做上帝，何德何能？摩西会当做上帝，人要安怎代替上帝？但是伫这个所在，上帝讲：“我要互你。”所以兄弟姊妹，今仔这句话最重要。上帝设立摩西伫法老王的面前做上帝，意思就是活出上帝的心思意念，讲上帝的话。所以兄弟姊妹，这句话是对你讲，是对我讲。因为咱活伫这个世间，就亲像摩西活伫法老王的统治的下面。上帝讲：“我要互你勇敢徛在，无论呢，徛伫国王的面前，慢慢啊讲，一句一句讲。当一个上帝的奴仆，伊徛伫法老王的面前，伊最上帝的意思就是讲伊应该讲的话，做伊应该做的事。”以代替上帝，亲爱兄弟姊妹，这句话会当解说做上帝经咱。上帝甲咱讲：“我要互你伫你的家庭做上帝。”听这，注意听。上帝要互你伫你的家庭做上帝，什么意思？你的囡仔要对你的生活，你的囡仔要对你的信仰来看到上帝。你阿们吗？上帝要互咱伫教会中间做上帝，所以伫教会中间，咱的言行举止，拢是咧表明一种的正直、清气，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但是真可惜，有的教会伫今仔这个时代，因为伫这个世间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甲冲击，咱说无明，毋知影对甲毋对。有真侪时阵，甲毋对的当作是一个应该。亲爱兄弟姊妹，我要互你伫法老王的面前做上帝，无论是伫德登教会内底，无论是伫中华中会，无论是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每一个基督徒无分关系，伫真理的中间，拢应该勇敢壮大。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所以兄弟姊妹，就是一句话。上帝今仔甲咱讲，我要互你。咱甲上帝讲，主我静静听，怎样咧？主啊，我静静听，怎样？你要互我的人生怎样？上帝讲，我要互你伫这个世间代替我，做我应该做的事，讲我应该讲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伫德登乡，咱毋敢骄傲讲咱是完全的，
因为世间无人会当亲像上帝遐尼荣耀尊贵。但是上帝设立这个德堂教会伫德堂乡，就是要代替上帝发光，同意吗？咱伫这个社会，应该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咱代替上帝生活，咱代替上帝见证伊圣经内底所讲的话。伫较有一日，咱的厝边甲咱讲，因基督徒甲人无共款。我伫德堂乡36年，每一摆的选举，无人进入教会讲牧师，这一届的选举拜托你选一个人。但是真侪时阵选举的人，有当时啊，咱会偷人会摕红包，偷偷摕入来，也伫你的手中讲，拜托你支持什么人？有一日，全台湾所有的台湾人拢拒绝伫选举的中间，互人买票。管你的政治，互人毋敢行入你的门；管咱的清气，互人毋敢做迄个严的代志。管咱伫即个世间，是最上帝的见证，互人知因基督徒甲社会无共款。主帮助咱。保罗伫这个所在讲，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中文的翻译。但是白话字的翻译应该是安尼。拄则书会有甲咱读，论到我，这句话足重要，这句话嘛真深沉，这句话真有意思。论到我，意思就是讲，论到我的人生，生死祸福，或者你捌想着你家己的人生吗？论到你的人生，你感觉是一个满足、佮有滋味的人生吗？迄个阿嬷留伫伊的批的中间，最后遗嘱，然后喜乐人最后一句话讲：论到我感谢上帝，享受我一份 full and interesting life， 就是一个圆满，就是一个有滋味的人生。我感谢上帝，论到我。所以，弟姊妹，今仔日牧师要用这段经文邀请恁，为着恁的人生祈祷。你看伫你的心啦，你甲上帝讲：主啊，论到我来到这个世间，敢偶然的吗？主啊，论到我来到这个世间，到底我的人生会怎样？亲爱的弟姊妹，勇敢甲上帝讨。无好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甲伊关伫咧门外。主啊，我以前所受到的无公平、罪搅扰、苦楚、浑浊，主啊，奉你的性命拒绝迄个继续搁再伤害我。但是，主啊，论到我的人生，请你拯救我的活命。保罗讲：打得我，今天我活着。迄个结局是什么？是因为耶稣踮伫我内面的活。所以你就要上帝祝福咱，咱要信，就真正信。咱若要信，咱就要快乐信、享受信，咱来领受。因为这个主耶稣不是出一个嘴，这个主耶稣真正用伊宝贝活命来换咱的人生。所以保罗讲：我活是为基督，因为伊为我钉伫十字架顶悬，我死就得利益有福。所以短短这句话，伊讲论到我，伊论到生，伊嘛论到死。兄弟姊妹，咱来甲主讨，今仔日有三个祈祷。第三个祈祷讲：主啊，求你教我生死祸福，我安怎活，我安怎死。死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的结束，一种就是老我旧的习惯。甲耶稣基督同顶十字架，这安尼有了解吗？人有两种的死，一种就是糊涂的歹的习惯、旧的习惯，我会做，将我的糊涂、将我的罪，甲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悬，划清界限。对今仔日开始，旧的活命拢加做过去，这是灵命一定要搁活，也因为死，所以人搁活。所以弟兄姊妹，论到咱的人生，咱唔通去做糊涂的基督徒，好不好？咱来到主的面前，咱甲主讨。
祝福我享受耶稣基督带到世间，和世间人的活命的祝福。伫今仔日的礼拜，我要学习，我要亲像保罗，我就是基督。兄弟姊妹，勇敢壮大，抬头挺胸，顶天立地。勇敢壮大，抬头挺胸，顶天立地。徛伫这个世间的中间，亲像上帝天国之子、天国的囝。伫这个世间面对着任何的邪恶、错误的主张，咱拢甲伊讲，这毋是我的主耶稣教我的话。歹势，我听袂落。这毋是我主耶稣教我的方法。歹势，我无法度接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我就是基督。上帝讲，主耶稣讲，恁就是世间的光，甲世间的盐，会记吗？盐就是要预防教会甲社会腐败，光是啥物？光就是要除去黑暗，光若来，黑暗就无存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进入加拉太书做咱的祈祷。保罗讲，我要甲基督同定十字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我将我过去错误的想法，我将我过去伫人生中间得罪上帝的行为，我足清楚立志讲，主以前我伫糊涂中间所做的代志，将来我唔敢去做。有真侪基督徒虽然对圣经有得到教示，但是并唔知影真正严重性甲是非对甲唔对。道歉的道歉的不清不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影，咱伫这个世间是一个清楚的基督徒。保罗讲，我甲耶稣同定伫十字架顶悬，意思就是我将我旧的老我、旧的罪、甲旧的习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咱古早人甲咱讲。但是保罗讲，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习惯歹改，本性歹改，咱的思想若受到污染，咱的情欲若受到挑动，人若食着错，就永远怀念迄个错。所听的姊妹，人的本性歹改，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这样宝贝。伊要甲咱洗清气，互咱的生命重新得到尊贵。像这你敢愿意为耶稣来活？想我好甲他回答，恁敢愿意为主耶稣来活？咱若愿意为主耶稣来活，就要有付代价，要有行动。咱知影道理了后，要互道理来约束你，警醒生活。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伊讲，今仔日的我，无搁再是我，无搁再是有缘的我，意思就是无搁再是过去的我，是今仔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的我。咱所敬拜耶稣，毋是困去啊！咱所敬拜上帝，毋是偶像，毋是死的。咱的信就是一种的能力，咱的信。就是一种的约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咱同心立志讲，阮要做伙来为主耶稣来活。阿免嘛！亲爱的姊妹，咱是一间大家庭，每一个人拢代表一间教会。一个人跋倒，人看到就是这间教会有跋倒；一个人阳光，大家人正人拢学落这间教会。咱做伙为主耶稣来活，若有人跋倒，较少责备，该扶起来。两个人该行，一个行这边，一个行这边。咱行了，伫人生中间做伙行，主帮助咱。伫世间无人无跋倒过，但是跋倒爱会晓得爬起来。毋对代志，爱知影什么是毋对，有清楚新的觉醒，轮到我。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你若愿意，你若发现讲你的习惯歹改，兄弟姊妹，
咱无能力改变人，但是我相信，迄个要求咱改变的上帝，要伸手离开咱。迄个要求咱改变的上帝，伊就要伸手离开咱，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习惯。你讲无事有影无？绝对，只要你若诚心愿意悔改认罪，只要你若愿意诚心来改变你家己无法度改变的习惯，你甲上帝讲，我将我无法度改变的习惯，我交互你，主抛开我手中这个捆绑，主要帮助咱，要互你加做一个新的人。现今咧我的肉体所有来活，这句话加拉太第2章的第2句话，伊讲过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活，意思就是讲我伫这个肉体人生中间所有的行为，肉体的我是代表我伫人生此生此世所有的言行举止。保罗讲，我所有伫肉体内底血气的我也好，情欲的我也好，灵性的我也好，拢要因为信上帝的囝来活。意思讲，咱的生活是因为咱的信仰有新的主张，安尼有清楚无？咱的行为要因为信仰，咱的主张改变。愿天要上帝赏赐咱智慧，也愿天要上帝赏赐咱圣心。若毋是圣心帮助，读一世人的圣经，有可能总毋捌发现，家己是一个糊涂的人。独只有圣心甲咱三合伫第四，咱要因为信上帝的囝来活，主帮助咱，互咱的血气，互咱的情欲，都会到伫上帝的话，都会到伫主耶稣基督的保护，都会到伫圣神的帮助。咱甲上帝讲，用你的话光照我，用你的保护洗净我，用你的圣神来扶持我，用你的听，互我欢欢喜喜，甘愿做欢喜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这是咱今年的亲子活动，真的当代表咱是一个大家庭。伫迄阵咱敢有欢欢喜喜有啊？大人囡仔，咱督导日，伫咱的社区公园的内底，咱已经连续2-3年。兄弟姊妹，咱要将什么种的教诲教予咱的囡仔？你伫你的家庭要将什么种的家训？你伫你的家庭要将什么种的品格教予你的囡仔？你若什么种的基督徒，你的囡仔将来也会受限制，嘛会受祝福。咱是什么种的基督徒？咱的囡仔会受祝福，嘛有可能受限制。咱若是一个无清无楚的基督徒，咱的囡仔会受限制；咱若是一个尊主最大的基督徒，咱的囡仔要受上帝极大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互教会邀请咱讲我愿意，好不好？我要做伙为主来活。所以伫这间教会，我要做伙为你来活。我要活出你的荣耀，我要三听，互阮的厝边知影，因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最真实的基督徒。今仔日的礼拜的经文最重要的结论，就是邀请每一个听讲道的兄弟姊妹，你伫你的心内，你愿意最真实的基督徒。如果你若发现你的生命中间，还阁有成长的空间，你就甲上帝祷告，主啊，帮助我成长。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无论是智慧、聪明、策略、能力、知识，敬畏上帝的心。上帝伫这6种的能力的中间，帮助咱进步做真实的基督徒。今仔日我要邀请咱做3个祈祷。第一个祈祷，甲上帝讨，甲主耶稣讨。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互我哪来哪亲像你。你感觉过去敢捌安尼祈祷？主耶稣互我哪来哪亲像你。直到有一日人来看到我，伊就讲，迄个人足亲像圣经咧讲的耶稣，何德何能，
何德何能？一个牧师都要互人讲，这个牧师足亲近耶稣。一个长老，伊最大最后到人生最后结束的时阵，进庭退休的时，上教会来少年讲，这个长老伫教会是长老，伊伫社区生活嘛是长老。有的基督徒是拜一到拜六无亲像基督徒，敢若礼拜日穿水水伫教会，拄有敬虔的笑容，虚假。主帮助咱，基督徒画面毋是安尼。主帮助咱伫伊的面前。第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思考一个：咱要怎样才会当亲像耶稣基督？咱要怎样做才会通真做真实的基督徒？今日牧师要甲咱分享三个，要学习做真正的基督徒。三个真要紧的一句的经文，伫犹大书20节21节。伫至圣的程度顶悬造就家己，就是认真读圣经。第二，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我靠圣神的帮助，若毋是上帝的圣神，真侪人读圣经读袂明白，一世人读圣经嘛读无过，真正主张甲原则。所以伫中国咧开会，有当时牧师甲牧师会冤家呢。你讲安怎？有诶讲。咱选举无应该口袋名单，有诶讲迄口要紧，牧师嘛有无共款的主张啦。亲爱兄弟姊妹，圣经怎样讲？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三，伊讲常常踮伫上帝的听的内底。今仔日咱的启蒙文是用哥林多前书13章，伊讲我会当讲道。我会当行神迹，我会当亲像先知讲方言、讲异象、讲真侪有言，但是我若无听，我就袂当算做神。圣经讲现今所存有智、有信、有恶嘛有真爱，其中第一大的就是听。基督徒的生命是因为听来改变。这个听，互咱知影什么叫做情欲。什么叫做上帝圣洁的听？这个听要弥补咱伫婚姻中间、伫家庭中间做亲子夫妻关系上的不和谐。这个听要互基督徒甘愿白白甲人分享，这是我的啊！我为什么该甲人分享？兄弟姊妹，你捌教过你的囡仔甲人分享无？有真侪家庭是教囡仔惊人骗啦，你去你都要安怎？免得你伫学校内底，互人甲你骗。你的色彩，你的设备，毋通招人，毋通甲人分享，因为你招人真紧就了。但是一个家长若是一个会晓教囝的囡仔，伊会甲伊的囡仔欢喜甲人分享，也伫迄个友情的中间，伊就得到真侪贵人甲真侪关系。所以听你今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明白生死祸福。咱活伫这个世间，咱安怎活？咱活伫这个世间，咱安怎准备将来要进入上帝互咱的天堂的永活？为着将来死，今仔日认真活。为着将来的永活，今仔日认真来死。死就是致死，圣经讲，该治好死，该定好死，将罪定伫十字架顶悬。对今仔日开始，我无搁再受真侪这错误的行为来影响我。圣经讲，治死，治好伊死，甲这个罪，甲耶稣基督同定死的。为着将来永活，今仔日认真治理，定死家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做基督徒，咱知影生甲死有两种，一拢是对肉体甲灵命来区分。伫肉体的活无一定是活，伫肉体的死嘛无一定是死，因为肉体的死结束有一个永活。伫即个人的中间的活，若是情欲迄去，其实
人生不如死，行尸走肉。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主帮助咱这3项。第一项，牧师要甲咱提醒鼓励，咱应该爱有一个愿意接受，咱甲主祷告，主我愿意。所以，弟兄姊妹，愿今仔日的礼拜，你对心中亲像保罗，主耶稣拍开伊的心门，主啊，你为我死，我愿意为你来活。所以，弟兄姊妹，你若愿意，你的生命要无同款，因为咱的主耶稣要进入咱的内心。你要发现保罗所讲，担得活，无搁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伫我内面的活。迄句话是啥物意思？当主耶稣活伫咱的生命中间的时，咱就享受主耶稣基督迄种奇妙的智慧、圣洁的活命，甲属天的权柄，上重要。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幸福。咱的教会已经将近半年，咱查经的主题叫做幸福。兄弟姊妹，恁有幸福吗？主耶稣讲，清起心肝的人福气，因为天国是伊的。主啊，我愿意。清起心肝的意思就是，我要啉清气的水，我要摕清气的杯仔来啉。清起心肝，佮另外一个意思是，饼空扩大。你用什么种的量器来量？你摕大块杯仔来量，你的杯仔就较大块；你摕迄个小小器的心来量，你的杯仔就是细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亲爱兄弟姊妹，咱拢向上帝拍开心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耶稣的面前，咱倚靠圣神祈祷。伫你的祈祷中间，求圣神帮助你，互你看见耶稣伫伊的一生中间，伊做了什么种的代志。当咱拿入啊耶稣，你毋免人教，你就会晓照耶稣安尼做。就亲像你若有一个好老爸，你的老爸毋免开嘴甲你教，你就知影我的老爸伫社区内底，若看到人送香，看到人软正，我的老爸是一个真够体贴人的人。我的老爸是伫一个社区中间欢喜互人骗，毋敢骗的人。但是这个世间真侪人是要欢喜甲人骗，毋甘愿互人骗。所以兄弟姊妹，咱的老爸若是心中的老爸，咱就真做心中的囡仔。咱的人生不需要拥有，需要享受。咱无需要真做大好野人。咱只要有耶稣基督伫咱的内底，咱就知影，才会赢过这一切。咱太侪时间用目睭咧看世间啦，咱咧看的就是豪宅，愈大间的豪宅，一间比一间，永远都比袂了。咱哪看，咱心就哪酸。我哋永远无可能亲像这个朋友啊，人比人气死人。但是亲爱兄弟姊妹，咱若主捌看耶稣了后，咱的人生会有无同款。毋是因为咱好业，是因为咱看见用物质甲金钱来决定人伫这世间的价值。所以，川普即届受选了后，有一篇文章安尼讲：川普是一个真注重价钱的人，他不在乎价值。你爱咱的教会，互人安尼讲吗？耶稣的教会是一个真注重价值的教会，他不以价钱来衡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了解，这无容易。但是咱若较济专心注目看耶稣，咱就袂有这个世间来白行。愿天父上帝帮助恁的囡仔，当因成长的时，因为因的同学的成就，因感觉矮了一截，比不上他们的同学。因的年收入，因真紧少年就买几啊间厝。圣经讲，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句话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的道理。兄弟，
上帝所予咱是天上的，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愿咱经历着上帝预备，求主帮助咱享受主耶稣。伫主耶稣的身躯顶端，咱看到上帝。因为当咱敬畏耶稣，咱要对耶稣的行为顶端看见伊对天父上帝。耶稣要伸手看咱，因为伊甲咱讲：今仔日你要甲我同到天国。主耶稣要带咱进入上帝的国度。主耶稣嘛甲咱讲：天国毋是伫西方极乐的世界，天国不是在西方极乐的世界，将来死要去的所在。天国伫你的心内。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享受基督徒，咱感觉讲：主啊，我何德何能？你听我亲像你的宝贝囝。耶和华甲摩西讲：我要互你伫法老王的面前做上帝。也这想即句话。今日上帝嘛甲你讲：我要互你伫即个世间真做天国的囝子。毋是因为你的社会地位，也毋是你的年收入，嘛毋是因为你有一个互你骄傲的家世背景，是大人所留的财产。咱伫即个世间，互人羡慕，是上帝将一个新的画面放伫咱的生命中，互人讲：啊，即个人细汉的时阵都毋是安尼，但是今仔日，即个人看活甲遮尔飘撇。遮尔喜乐，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赏赐咱满足喜乐的生命。求天父上帝，互咱亲像喜乐阿嬷，伊讲 a full and interesting life， 是一个甜满满，啉了无怨无悔，甘甜。虽然我离开我故乡亲人，我死伫他乡台湾这个所在。但是我勇往直前，不回头，永不回头，无怨无悔。主帮助咱，所听的姊妹，这是基督徒的人生。愿咱伫伊面前，伫耶稣的身躯顶悬，看到上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祝福咱幸福。也这还来得及。你若愿意参加查经班，甲牧师做伙读圣经，毋是甲牧师做伙读圣经，是甲圣神做伙读圣经。你哪了解圣经，你就哪了解讲上帝伫圣经中间所有的应允，拢甲幸福有关系。伊讲神爱世人，即个疼，要互人伊伫人生的中间无孤单，要互人伫人生的中间有医治、有扶持、有鼓励、有满足。求天父上帝将天国的福音放伫咱的内底。拄则牧师有问咱讲，咱应该怎样做？我才会当成做一个当大人的基督徒，我才会当成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三项代志，咱用祈祷来问耶稣，咱用祈祷的心来问耶稣讲：主耶稣，我都爱怎样做，我才会当亲像你？牧师甲咱讲三项：第一，常常继续，常常这个字伫圣经内底。伊拢是进行式，英语若是进行式，拢会加 ing， 就是直播。现在继续做一个基督徒，爱常常点伫主的疼，上帝的疼。上帝讲我的疼，实在、今在、永在。上帝讲我的疼，我永远无收回。上帝讲我所予你的疼，永远要甲你三角地地。我伫上帝的疼的内底，人的情绪容易有平安，无容易受搅扰。伫上帝的疼的内底的人，伊常常会成做一个满足喜乐的人。保罗是一个真认捌上帝疼的人，至到伊无追求婚姻。保罗一世人无结婚，当然我毋是鼓励恁少年囡仔拢莫结婚啦。那咱少年囡仔拢莫结婚，咱将来咱的教会都无新生代啊。但是保罗是一个真正认捌上帝疼的人，他是来不及结婚，因为伊为着上帝福音的国度，是一个无停落来、无为着家己的生命停落来休困的人，亲像伊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讲一句话，伊讲因着耶稣的爱激励我。一个互耶稣会疼蒙着的人，伊的生命是一个真长阔高深。伊是愿意为人来活，毋是干那为家己来活的人。兄弟姊妹，要真做真实的基督徒，需要互主的疼医治，因为这个疼会医治原生家庭的创伤。这个疼会讨帮人伫过去中间所受到的伤害。心理学有一句话叫做“危险的记忆”。过去你的回忆，若是一个真苦、真受伤的，迄种的记忆力其实有伤害性。心理医生讲，那个叫做危险的记忆力。什么人会当将这个危险的记忆力给咱洗掉？主耶稣会听。求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底，亲爱的姊妹，伸出你的手，甲主讨。主耶稣会听，要超过爱情。主耶稣会听，要超过你的四大人。这个主耶稣会听，要互恁的家庭，成做一个有能力的人听无能力的人，勇壮的人听欠缺的人。求天父上帝永远听伊伫你的家庭，伊伫你的生命，互你有真侪满满的动机，所有新的生命的动力，拢对这份的听来开始。第二，在圣灵里面祈祷。昨暗暝查经班拄讲到这个主题。我第一摆读到犹大书20节讲，在圣灵里面祈祷。一直几十年来，我一直在问家己讲，犹大使徒所讲的，在圣灵里面祈祷是什么意思？伫你的内心，甲上帝讲话，因为你心中有我，不是我，是你。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在心中，但是还有一个灵叫做圣灵。圣灵跟我虽然同在我里面，但是经常有时候一道鸿沟，上帝圣灵跟我的灵未曾相见。真侪基督徒有问题，就是这个圣神无甲你的心灵相遇。所以，兄弟姊妹，打开你的拳头，放弃你的主张，你甲上帝讲，不再是我，主，求你的圣灵对我讲话。这就是圣灵里面祷告。你愿意伫你的内心，邀请圣神掌管，安静，上帝一定会对你讲话。你问牧师讲有影无？有影。你若愿意牧师陪你祈祷，我很愿意为你做这个祝福的祷告。愿上帝圣神常常踮伫你的心内，互你的祈祷是一种的享受。主帮助咱。第三，耶稣的话通过圣神的帮助，耶稣伫伊要离开世间的时候，讲一句话，伊讲：我要享受你圣神。这个圣灵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一切的话。真侪基督徒读无圣经，读未了解，原因就是无圣神的帮助。耶稣有甲咱讲，伊要用圣神，就是以复活的灵来带咱读圣经。所以咱一听就懂，然后圣神来甲咱带去旧约，佮对旧约甲咱带倒来新约。然后就咱发现讲，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时不刻不在的。原来伊的话早都已经对咱讲了。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我做一个小结论：要在至圣真道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享受靠耶稣基督的怜悯。Kyrie eleison， 主啊，怜悯我，主啊。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求你怜悯我，帮助我。最后，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甲主讨属灵的智慧。在咱人生中间上重要，就是如何生，如何死。兄弟姊妹，不是听讲道，
你若将你的人生真恭敬、象征性放伫你的双手，你甲上帝讨讲，主求你教我生命的功课，论到我。今日牧师讲到保罗伊句话，论到我的人生，主啊，即马换我对上帝你祈祷，论到我的一生是怎样？主甲咱梳头壳讲，糊涂的囝子啊，你过去的人生实在无彩工扣角，但是上帝甲咱讲，毋免烦恼，来者可追。主帮助咱伫伊的面前，主享受咱，享受伊所享受咱，互咱人生有智慧，做正确的选择。清心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看见上帝。要喝干净的水，要拿干净的杯子来领受。你的心若清气，你就听到上帝的声；你的心若清气，你就读有圣经所讲的话；你的心若清气，你就看见上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保罗伊就今仔讲，担的我，无搁再是我，论到我就是基督。伊的英文讲 ，For to me， 就讲对我来讲 ，to live is Christ。伊的意思就是讲，我的一生拢属耶稣，我活出耶稣基督。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论到我就是基督。兄弟姊妹为了你家己基督，主我愿意得到牧师的提醒，主帮助我做真实的基督徒。亲爱兄弟姊妹，咱做伙来享受真正基督徒的稳定，咱做伙来享受真正基督徒的稳定，咱做伙来祈祷。求主帮助今仔日阮做伙伫圣殿内底敬拜的兄弟姊妹，无一个人例外。主，担的我无搁再是我，乃是你踮伫阮内面的我。主啊，真任每一个需要你的我的姊妹、我的兄弟，主，互因无犹豫，互因无搁再有遗憾欠缺。主耶稣，你是大权能的主耶稣，愿你进入阮的生命。伫阮的生命中间，小事亏难，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给耶稣的性命，阿门。
在这之前，请咱做伙来吟圣诗305首，我是为基督来应答上帝听。请坐，这是请咱准备来奉献。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咱做伙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愿主耶稣的听充满咱，充满咱的家庭，充满咱共同的教会。耶
生中，你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我耶稣听你，因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心来祈祷。主啊，恳求你怜悯帮助每一个需要你的听、追求你的人，无论是圣殿中，无论是伫网络顶悬。虽然说你的听是阮一生中间最大的困难，你要互孤单的人得到扶持，你要互失志的人得到帮助，主你要互受伤的人得到安慰。虽然说你的听是白白予人的。阮恳求你，互每一个举头仰望你的人，因就伫你的听的中间，性命大大得到亏难。主，伊伫阮中间有人患病住伫病院的人，主你照顾伊人，互伊伫受伤跋倒，会当紧紧恢复到完全，无留下任何后遗症。主你照顾阮中间的许多人。互阮的长辈，互因伫晚年的时，因有缘有上帝的所赏赐，平安喜乐，照顾因每一日的生活，互因一步一步，一日一日，主你的快乐平安，甲因萨甲伫地。主啊，为着阮出外的囡仔来祈祷，每一个出外的囡仔，主你做因的瓦靠，互因知影，虽然因离开厝。但是上帝，你甲因萨甲伫地，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为着伫网络顶，阮甲阮做礼拜，阮毋知影因所拄着的需要，但是主，你回答因伫心内对你的恳求，主耶稣，带阮进入光明的国度，互阮成做你真实的囝儿，阮活出你荣耀的活命，互即个世间人。伫咧超做真理活命道路的时，伊会当讲检查关去教会，阮就会当拄着主耶稣。是啊，主耶稣不止伫教会，你伫逐所在，找求你的人来显现。所以，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下面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咱请即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好无？咱做伙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也多数生日的人无伫咱中间吼，咱做伙来祈祷。主啊，为着出外的兄弟姊妹，无伫阮中间的每一个，阮为着瑞达、金凤、重庆、尚文、紫云、美元姐、洪姐、杨三兄，阁有玉林、李慧、文信兄、怡君姐，主啊，为着这生日的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阮恳求主你施恩赐福，祝福因伫生日的时会当恭敬向你恳求。主你听因的祈祷，互因伫过来一年中间，主你互因伫祈祷中间甲主你同行，你也互因享受着你听因的祈祷的快乐。主你伫因的生活顶悬供应因，你用油抹因的头壳，互因杯满出来。稳定的主，好款待阮的兄弟姊妹，你的囝儿，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甲因同在，互因每一天拢有智慧。通算数家己的年日，互因每一天拢有圣神的帮助，过圣洁的生活，受着主的保守，无受引诱来绊倒。主啊，你照顾阮的兄弟姊妹，
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即是来报告顶周的聚会伫周报顶面，请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有礼拜六有早起9点，以及暗时7点半拢伫线上。圣港的服侍后礼拜师会，请陈宗胜长老，领诗请青少器，苏琴是陈美秀执事。书宪甲交代是张世昌执事甲胡素基执事，爱餐要请真燕姐妹，新眼光读经表以及每日灵粮的进度伫周报顶面，请咱照进度来读。具体交通第一点，德仁教会第504遍小会甲临时和会改选中级。结果公告如下：长老5名是林秋杰、陈英宏、陈宗胜、胡素基、冯娟；执事7名是张世昌、林安禄、陈美秀、郭依玲、尤丽芬、刘雨生甲张文芬。第2025年妇女团契会长是张文芬，青少契的会长是沈千亿，副会长是萧以恩。第12月1号，咱教会要举行中级按立甲就任，执事甲干部就任，请中级干部有备心来领受圣职。就是请咱继续为着咱所有厝外的兄弟的健康甲生活来祈祷，求主保守大家身心灵拢健康，耶和华以乐温上加温。奉献报告记载伫周报顶面，若是有错误的，请咱按会计人员来更正。大约事项，请咱继续为着身心欠安以及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以及咱教会适婚青年的婚姻，以及出国在外的青年来为因祈祷也为着咱的姊妹教会来代祷。以上。接下要来吟上言信息511首，俄勒上帝至权至尊吟诗选，请牧师就导。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此时到永远无尽。阿门。且坐，别得避讳。